靈修分享，日期2026年2月21日，經文馬太福音15章29至39節。耶穌喺加利利海邊嘅山上醫治咗眾人帶嚟嘅好多病人，嗰啲人同耶穌同在已經有3日，於是耶穌就憐憫佢哋。耶穌問門徒有冇餅，門徒就拿出7個餅同埋幾條魚。耶穌祝謝後，擘開遞俾眾人，大家都食飽咗，剩下嘅零碎裝滿咗7個籃。昔日耶穌出於憐憫而行出神蹟，而唔係耀武揚威同埋沽名釣譽。簡單嚟講，耶穌嚟到世上就係要榮神益人。今日我哋基督徒就當效法耶穌，喺地上一切嘅行事為人都要榮神益人。你們該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樣。哥林多前書11章1節。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卻不堅持自己與上帝同等，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的形象，成為人的樣式。既有人的樣子，就謙卑自己，全心順服，以至於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腓立比書2章6至8節。阿們。